甘蔗园技术。捌有人问我上爱食什么果子，我斟酌想了后，讲是甘蔗。甘蔗敢有算是果子？我嘛毋知。街路边常在有人咧卖甘蔗，拢是写好，剁做一节一节，用塑胶笼底咧，一包卖50，还是100块。迄我毋是真介意。我爱食甘蔗的趣味是刻甘蔗皮。然后迄无写皮，简单剁做底节尔的，我无买，的确袂过瘾。我食甘蔗的功夫真厉害，较长的肉我都有食落去。这是自我做囡仔时代就练出来的本领。迄时阮食的是青皮，叫做原料甘蔗。市面上这款红皮，阮讲是辣甘蔗。原料甘蔗比辣甘蔗较甜。中华几片的边洋，拢是种植的肥田好土地。伫我记忆内底，自来景观、简单布田、甲采甘蔗。阮讲布田就是种稻的意思。毋过这世人无讲种稻啊这款话。采甘蔗，听讲是日本人来了后才有的。为着糖厂的经济效益，甲真济农地改落去采甘蔗，当然是制糖用的原料甘蔗。迄时的农民甲糖厂契约，由厂方提供本钱，互农民种地买蔗种。甘蔗错了，总交互糖厂。厂呢为要提高产量，派人员巡蔗园，叫做顾羹仔。若有人食原料甘蔗，互因抓到，会处罚。讲来嘛真酷刑。家己种的甘蔗煞袂使食，引起真济不满。阁毋但安尼尔，甘蔗车去制糖会社，磅重拢是会社的人咧注意，因磅了写单互蔗农，单主讲偌重就偌重，蔗农照单领钱。有人捌试过，一袋甘蔗磅过了后，讲是几吨，佮加6个大人去哩，共款嘛是迄个重量，迄磅仔根本都袂准，就是安尼。民间有一句经体的话讲。第一讲插甘蔗互会社磅，为着这层，老一辈拢知影。我的故乡中华二林发生过一件台湾史上的大代志。蔗农甲日本政府含制糖会社冲突，就是二林蔗农事件。这毋是我要讲的主题。我读国民校的时。为阮兜要去校的路呢，有几若区甘蔗园。甘蔗大长了后，叶仔擘起来，人秘伫甘蔗园内底，无人知。阮学生囡仔随身造番刀啊，刀仔边翘翘，用几罐树冷甲当裤头，下笔用的配甘蔗，当然嘛真理想。咱入去甘蔗园，一人取一支就艺就xuất。食欢喜了后，阁会当黄国鸡、米烧炊，种茶网啊真厚，阁才晓来咸咸，无细字会挂啊大空细字。我细汉真爱看人采甘蔗，迄阵若无顾囝仔来巡逻。大家拢会使甘蔗食甲欢喜，主人袂讲啊一句闲话。采甘蔗真心色，一班人分做几若组，头行负责甲甘蔗尾头采落来，二行是剁蔗尾，下规掌，这是牛上行的食物。三行负责拦蔗根，拦是用刀反手射刀头口的意思。
骂人就讲是收价金。咱好势，减我独做差不多4节，上要行的就毛捆，用草绳啊，甲规堆甘蔗捆做伙。等炒了，大家才合齐，甲一捆一捆的甘蔗搬去牛车顶，拖去有糖厂5分火车经过的铁基路边，予乌台车去回车。甘蔗开始剥蔗下，就是买甜啊。阮遮的囡仔知影要有甘蔗通食啊。我上爱看剥甘蔗下的姑娘，头巾、面巾、手袖、手笼包到规身躯，目睭皱，行路过会哪唱歌哪扭。留伫我会记住的，大家身影拢真窈窕袂人。有一摆，我放学要入甘蔗园内偷食一支甘蔗了。要转去的路呢，头前有一阵剥蔗下煞要转去厝的姑娘，因几若个哪行哪讲笑，敢若一个无咧甲因讲笑，家己蹛伫上乌尾咧唱歌。寒桥过道看金蕉，秋寒菜那满地哟。我听无伊咧唱啥物，毋过知影是民间诗行的念歌，声低低幼幼，有一种深情，互我愈听愈迷。煞袂记咧转去阮兜的路爱挖角，对迄个姑娘后壁一直行，到因兜门口停，看伊甲后面的囡仔透起来，这才是阿梅。看到伊的面，煞无感觉有偌水。伊讲想我转去，互阮伊阿妈真算袂好。有一段日子，阮庄里喊讲甘蔗园有歹物啊，阮是大人特别交代讲，毋通伤入去。有人捌看到红头鬃的青面了个，伫园内跳来跳去，讲只啊佮吐吐。这摆阵有人看到，惊破胆，收惊收袂好。学校嘛咧传这个消息，先生嘛拢吩咐，放学爱随转去。毋通耍伤晚，较袂出代志。原本阮是无啥咧信道，毋过想起来要是淡淡，就偷窺道路边的甘蔗往解扫。道路边较细丛，甜分较无够，甘蔗丝佫特别润，若无细字，下连喙齿都互甘蔗挽去。若毋是古不二三种。阮实在袂愿食。我讲古不二种是有影的。阮在甘蔗爱避伤庭危险，毋但惊主人看到，搁着斟酌顾钱啊。阮附近几若庄头的人有讲同好，便若有人看到顾钱啊出来巡逻，无论偌远，就话讲。吴小达，这句是暗号，听到的人就紧甲手里咧食的原料甘蔗拼掉。这毋知爱讲是自力救济，也是现代话讲的所